后来，这个民用工厂爆炸，其中一个女员工悲状破气，要咧治疗。同款嘛是伫咧遮做工课的男朋友是重伤死亡。妈妈惊伊打击受大，也唔敢甲讲男朋友已经往生的消息。嘛有工厂的干部火烧爆炸的同时，想讲走袂出去咯，打电话甲爸爸妈妈来告别，加在最后有顺利来逃命。另外，伫大火当中殉职的消防员陈碧涵，伊的遗骸也无完整，要咧进行着 DNA 的比对，家属是真悲伤，伊的阿姑是伤心大哭。怪手伫咧现场继续捉劫，屏东格罗湖工厂大火，烧死9个人，1个人失联。搜救工课到第4天，其中过身的消防人员陈碧涵尸体无完整，无法度进行 DNA 比对，互阿姑是唔感觉喊出声。问题我们已经这样了，不要再造成连他的也找不到。感情很好。才调转来屏东去陪伴妈妈，想要到安尼过身。这场大火铁线告这对爱情哈。每天都在找，我每天都在说谎。因为早上他们2个就是处得还不错，一直对他很照顾。苏小姐和姓陈的男朋友拢是兵用的员工，爆炸造成苏小姐的悲状破气，还搁伫咧病院治疗。妈妈烦恼伊伤过头伤心，也毋敢甲伊讲伊的男朋友已经离开，家己一个人来到灵堂念香。我让你看照片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场大火害真侪家庭的心碎气，有工厂的干部就是家己走袂出去，就打电话甲厝里的人消息。爸爸想到伊当时接到电话，嘛是讲介错，印象真深。他跟我说什么？第一句话，公司爆炸，我困在这里，没有办法出去了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你。他说旁边都是烟，我说消防队，消防队进不来。那个一生难忘。加在想要这个工厂干部顺利逃生，一口罩接平安团圆。不过大火无情，真侪人无法度搁再见面，留伫咧心肝内的伤痛，嘛互大家感受到满满的伤悲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